台中18岁姓赖的高中生，甲一个姓夏的地政署助理登记同性恋结婚了后，就坠楼死亡。目前也受真侪疑点，有一个做广告的导演来开直播，讲伊甲赖家租这个停车场租10多年了，接触过赖家的人。伊讲这个赖阿公性地真歹，但是高中生是单纯戆直的囡仔。阿嘛讲伊的妈妈生活朴实，毋捌来经手着家族的钱项。平常时啊，佫会去菜市啊摆摊卖菜，看袂出来是来自有钱人的家族。伊是希望检警赶紧来查出着高中生死亡的原因，互社会大众知影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。台中5月高中生的命案引起社会各界关心，要甲赖家做超过10年的广告的导演，而要开直播，讲伊所熟悉这个高中生。在我眼中，他和妈妈的关系很好，算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傻傻的孩子。广告导演是咧带记者去北屯来看因这个私人的停车场，占地几百平，会使停差不多20台车，地段真好，挖一运站市价差不多几亿块，一个月租金只要2000块，不过设备真简单，无监视器，大门歹去嘛无要修理，嘛拢无咧管理。伊甲阿公讲，阿公甲硬讲，啊你不爽不要租啊，没得买。老赖他都穿的这个汗衫，然后短裤，但他的汗衫呢都是破的。导演讲，赖家阿公高姓地，佮无礼貌，外表看袂出来是好野人，因为地主无要签租约，这个导演纳钱时，拢都要亲身纳现金，都有这个机会去看到赖家的人平常的生活情形。同志这件事情哦，他完全就不是哦，他傻傻的，但是是一个还蛮有礼貌，然后还很热情的一个小孩子。这个导演所看到的高中生的老母生活嘛真简单，袂去插阿公的钱，甚至去附近的菜市卖菜，赚淡薄仔所费。早上都会在水南市场那边去摆摊，直接卖他们种的那个，比方说酪梨啦、地瓜叶啦、地瓜这些。5月高中生的命案目前上新的进度是，根据了解，姓夏的查甫人伫案发前，捌用包红包的方式拜托因大楼的摒扫的人员做同婚的见证人，不过对方无要甲签字。检方即马要你调查双方所提出的证据甲疑点，要查明真相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